塑胶绳的那个弦线呢，一条太细了，用了2条3条。这个用来灌那个便当盒的木板，这个撑高的了。这厨房那个保鲜膜那缠绕的那个直筒，水管塑胶水管在改考件那种红铅制笔。不过做这个切这个要小心的，不要用美工刀，这样太靠近手容易切到手，这样很危险。用锯子锯太靠近手也很容易锯到自己的手，要离远一点，要离远一点。也许可以用那个菜刀在上面，要下面先固定好，上面菜刀切出那个，你看切出那个凹痕和裂痕了，裂痕刚好可以夹住这个线。那这个塑胶水管要外别传，要水管也要用这个用锯子锯啊，把那个可以锯深一点，才不会跑出来。要绕一圈，这样比较固定，比较牢靠了哈。就这样。就是这样吧，绑好，要生存。你看固定好了哈，缠绕绑好，缠绕绑好以后，然后要拉到这边，拉到这边呢，用那个，你看这个，有那个裂痕，有那个裂痕哦，就比较容易夹紧一点。然后把它绑好，缠绕几次的，绑得越紧越好，才不会跑掉。你看，不会跑掉，你看，叫外别传。绑一次可能还会跑掉，要绑2次。你看绑2次了哈，绑2次了，然后要开始转，尽量是像顺时针这样转，手比较好用力。要是把那个弦线把它拉紧，这一次3条线比较不容易断掉，团结力量大哈。你看，这样就比较紧，不能碰到这个板了，所以要把它撑高。撑高有的木头的好像声音效果不太好，用这个喉咙药的那个小瓶子，也许是里面中空的哦，经过空气，可能又有传播音效的功能。那抹到那个线，弹到那个线，经过这个塑胶的，然后又空气，然后又传到这个薄板，然后又到这个牛奶罐，这里面的空间就好像山谷会传响，山谷会回响，对着山谷说火，它就回音火，所以这个会产生声音，音箱、共鸣箱产生声音，还是这个原理。你看声音就比较好听了，弦线
过粗的话，声音会更大。尽量是在中间呢，支撑的尽量在中间。你看，你可以按呢，我按的地方声音也不一样。所以最好用那个带子哦，绑好，带这个要固定好，带子绑好，然后背着挂在脖子哦，这样比较好操作。你看按的地方声不一样。那我这个牛奶罐这个一共音箱大，声音就比较小。你看过人家用那个牛奶罐的那做那个二胡的，二胡这里有拉弓，然后这里有涂那个松脂，这样一拉一拉拉，它就有声音呢。自得其乐，自己创作这个乐器啊，自弹自唱，自得其乐，这对肝脏有帮助啊。尤其春天啊，肝脏喜欢喜气啊，春生夏长，喜欢生机啊，喜气就是生机啊，对肝脏有帮助，也可以防忧郁、抗忧郁。忧郁有的都是太想自己，太钻牛角尖了，来创作乐器弹唱。比较不会钻牛角尖，还有为众人服务，大人去啊，到道场也可以啊，跟你有缘的，结善缘的道场啊，做义工、做志工也好啊，到那个庙会活动人多的地方啊，沾人气啊，也可以抗忧郁啊。